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来到了10月，今天10月1日，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这个月我们也要一起来读何西阿书，透过先知书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，以及看见上帝的带领。透过这当中每一次的读经，也帮助我们回来省思我们的生命。或许先知的话语很严厉，或许先知的话语带来了许多的信息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透过这许多的话语和信息，帮助我们的生命。愿主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带着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领导我心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，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。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。坚不磐石，却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危难临到，我心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。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。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。坚固磐石，却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
亲爱的主，愿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带领，有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不担心害怕面前的所有一切，因为你必领我们来度过这一切，让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让我们不畏惧，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倚靠你，在每一天，在每个夜里，我们都知道你带领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陪伴着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我们所献上的是你所喜悦的祭。感谢主，在这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10月1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1节。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上主向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启示的那段时期，犹大国由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诸王相继统治；以色列国由约华斯的儿子耶罗波安2世统治。以下的记载是上主向何西阿讲的话。上主第一次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，他对何西阿说：“你去结婚吧，你娶的妻子会对你不忠，你的儿女也会像他一样对你不忠实。同样，以色列全国上下跟那淫妇一样的不忠实，背离了我上主。”于是何西阿去跟低拉因的女儿歌密结婚，她怀了孕，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对何西阿说：“给他取名耶斯列，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户王室，讨他们祖先在耶斯列大屠杀的血债。我要结束耶户的王朝，那一天我一定要在耶斯列谷摧毁以色列的军队。”歌密在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。上主告诉何西阿说：“给他取名罗路哈玛，因为我不再爱以色列这一家，不再饶恕他们。然而我要爱犹大这一家。我是上主，是他们的上帝，我要拯救他们，但我不是用战争，不是用弓箭、刀剑、军马、骑兵解救他们。”歌密给他女儿罗路哈玛断奶后，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告诉何西阿说：“给他取名罗阿米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不是他们的上帝。以色列人口要增加，像海沙一样数不尽，量不完。现在上帝对他们说：你们不是我的子民。但有一天，他要对他们说：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再次联合，为自己推选一位领袖，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繁荣起来。是的，耶斯列的日子要成为一个大日子。所以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向自己的弟兄们说：你们是上帝的子民；向姐妹说：你们是上帝所宠爱的。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1章1节到2章1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平安。当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，真的会有很多上帝透过他们所带来的信息。而在当中，当先知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领受？其实就像以前在讲的，当有一些先知来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很降服、谦卑在当中，要领受先知所说的；有些人会很害怕，在担心究竟先知要来说什么；而有些人听到一些信息，会想要把先知赶走，或者是把他抓起来，有很多这样的状况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也看到说，一般先知来都是用言语在讲上帝的心意，但是我们看到何西阿很特别，上帝透过他的家庭生活，透过他的婚姻来呈现上帝的心意。而这样的婚姻，其实也常常是我们在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跟教会的关系，或教会跟上帝的关系，就像婚姻的关系一样。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妇，所以也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带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因此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何西阿所呈现的也是如此，人跟上帝的关系。因此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一开始就跟何西阿说：“你去结婚。”而在当中，他生了3个孩子，3个孩子所呈现出来的名字，也是那时候以色列人跟上帝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他的时代，也就是以色列国、犹大国的后半期了。而在当中，也已经进到耶罗波安2世的阶段。所以当中，我们来看，当上帝使用他的时候，让他所带来的信息。这边在讲到说，上帝向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启示那段时期，犹大国由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诸王继续相继的统治。所以当他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进到乌西雅等等这些王的，最后也到西西家当中。其实他也经历了好几个王。所以可以看到何西阿他应该也有一些年纪，在当中也服侍了很久。而在这当中回来再看，以色列国是由约华斯的儿子耶罗波安2世来统治。所以接下来这些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就是上主向何西阿讲的话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来看，当有人来到这当中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来回应，来看待这些？当我们在面对上帝对你说的话的时候，其实我想，很多时候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是很难以接受。所以有很多人会逃离，会躲起来；有很多人会像约拿一样，不愿意顺服，放不下自己所想的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在这个时代，其实这也在讲他的背景时代，犹大国以及以色列国，也就是南北国的时代，他所经历的这些王。而在当中，上帝拣选了何西阿，让他来对这世上的人来说话。上帝对他说了这些话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上主第一次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对何西阿说：“你去结婚吧。”所以上帝透过何西阿去向以色列人来说话，也就是在执行着先知的职务，也就是一个传达者。上帝跟他说的话，他领受了，他听到了，他就去传达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也常说，我们这世代的基督徒，其实也有一个身份，也就是先知。那种先知就是当你在领受的时候，你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要传达出去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世代我们可以读经，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来祷告，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我们也有祭司的身份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，让人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常常在做的是把人带离上帝，在切割、在分离人与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。当有人在提醒你的时候，你是要回来攻击他，回来要打垮，还是你要回来看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？
我想这也就是先知常在遇到的事情，他的生命里面有这许多的挣扎。当他要起来说话的时候，会有许多人要来攻击他，会有很多人会听不进去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块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？所以当中，我们看到上主第一次对何西阿这样说话的时候，要让他去对人，要让他去对以色列说话的时候，第一次借着他。我相信前面上帝也有一段时间在跟他对话，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一些操练。你知道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不是你说你现在读经，你想到什么你就大肆去讲，但是也是要在这当中去操练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来使用你，让上帝来对你说话，并不是你拿着就到处乱讲。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拿着一些东西就到处乱讲，就说啊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帝怎么对我说话等等的。其实我们从旧约、从新约里面，以及这个世代里面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状况，很多人还搞不清楚他到底可以做什么。所以在当中领受了很多东西的时候，领受一些东西到处乱讲，就真的是乱讲，因为他不明白上帝要让他怎么做。甚至上帝可能没有让他去到处讲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先知的恩赐，然而在当中需要一些操练。我会听到一些教会他们在分享到说，当他们要跟一些人合作的时候，也是要去操练这个先知，让他不单单只是在当中听到什么就讲，而是在一个团队里面，大家一起来祷告寻求，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而在当中所做的工才会是合上帝心意的。不是我听到什么就讲，常常先知也在教会里面带来了许多伤害，然而在团队当中才会带来了许多的恩典与祝福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他并不是说上帝第一次讲话，而是上帝第一次借着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话，第一次借着他。所以有可能前面上帝已经跟他有很多的来往了，他可能也跟上帝常常祷告，上帝也跟他说话，而在这一次正式的把他拉出来，让他去传达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上帝也对他说：“你去结婚吧。”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想要结婚，但是很多那时候那种结婚，是单单只是为了结婚。就像以前我在看孩子一样，我所带的孩子有一些，他就只是想要交女朋友、交男朋友，只是想要有人陪，只是想要怎样。我们看到他生命的问题，但是他没有看到，他只是想要去撞。而且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，他的生命在成长，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在婚姻的时候很受祝福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或许有些人觉得何西阿的婚姻是祝福吗？是美满的吗？其实，在当中，或许我们会从经文里面觉得他的婚姻有问题，而在当中，也很多人会觉得，哇，何西阿很可怜，上帝让他去有这样的婚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回来，他在做他该做的事情。上帝跟他说：“你结婚吧。”他就去结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旧约里面的这些人好像很傻，但是当中我们更要看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上帝要我们去做什么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器皿，但是却是不顺服上帝，不愿意上帝的话语临到我们，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。所以当中我想很多时候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挣扎。所以当中他还讲到说：“你去结婚吧，你娶的妻子会对你不贞。”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去思想，那这样我还要结婚吗？当我结婚了，我的对象对我不忠，对我不贞，这世代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，那我倒不如不要。但是上帝在当中对他说话，
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整篇来看下去，上帝透过他在讲的话，就是你的妻子会对你不贞，你的儿子也会像他一样对你不忠实。同样，以色列全国上下跟那一样淫妇一样不忠实，背离了我上主。所以在当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，这个国家的景象就呈现在你的婚姻当中。在当中会发生许多事情，而这当中这样的事情，也就如同你接下来你的婚姻一样。所以，上帝跟教会、上帝跟人的关系、上帝跟以色列、上帝跟他选民的关系，就呈现在何西阿跟他的太太的关系。所以，其实这不是上帝乐见的。但是人们跟上帝的关系却走向这样的状况，而这当中也让我们回来想，我们的关系不也就是如此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也就是如此？我们常常说，婚姻结婚之后，后续就开始改变了。有一种性格的人，他是在婚前很不稳定，很多的状况，那他结婚了。他在婚姻当中有那安全感的时候，开始发挥他的很多的专长，因为他得到了安定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常像这样婚姻一样，在婚姻当中就开始改变了。在那立约的过程里面，什么都好，立完约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看不顺眼。有很多人在讲婚姻说，他也就是如此啊，以前就觉得这样子，到后来就觉得很无奈的去面对他的婚姻。而且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使用何西阿的时候，让他去结婚，也跟他说：“你的妻子会对你不贞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孩子也跟他一样不忠实。这就是你的家庭跟你的关系。”这也是我的家庭跟我的关系。他说这边讲的家庭，也就是以色列，甚至是犹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何西阿就这样做了，讲到说就要去跟低拉因的女儿歌密结婚。她怀了孕，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就这样顺服的去做。而在这里面，也真的娶了那一个女人歌密。所以当中，他也结婚了，而在这女人也给他生了孩子。所以他称她为淫妇，也就是因为她不贞。而在讲到当中，讲到以色列人也会跟他淫妇一样不贞。所以是当中，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，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透过他的婚姻，在呈现以色列人的状况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，他也这样去结婚了，也娶了一个女人当太太。所以他们结婚之后，这边讲到说生了第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耶斯列，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户王室，讨他们祖先在耶斯列大屠杀的血债，我要结束耶户的王朝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特别用耶斯列，也是在呈现这个事件。而在这当中，也在讲到说，神要讨回血债，也就是上帝记得这样的事情，上帝不是让这事情就这样过去，而是上帝有记得在当中所发生的每件事情，透过他的儿子也一直在提醒这样子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里面人成就了什么呢？人成就了上帝的心意，还是自己的想法？在耶户事件当中，某个程度来讲，不也是成就了上帝的心意吗？但是在当中也是出现了人的败坏在这里面。
所以上帝会追讨人所犯的这些罪。所以讲到说耶户所犯的罪，所犯的血债，他说我要结束耶户的王朝，那一天我一定要在耶斯列谷摧毁以色列的军队。所以他取名的第一个，这3个孩子都有他本身上帝所要提醒的状况，在当中所要呈现的。第一个在耶斯列，第二个所出生的是女儿。这边讲到说取名叫罗路哈玛，他讲到说，因为我不再爱以色列这一家，不再饶恕他们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上帝不是爱所有的人吗？不是爱他的子民吗？然而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你再回来再看前面上帝所说的那些话，这淫妇不忠贞，所以称为淫妇，而他的孩子也不忠实，所以在讲到说这个国家所呈现的就是这样子，不真、不忠实，不愿意继续跟随着上帝，在当中他们离弃了上帝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一直离开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之前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事情一直在这样呈现，从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开始，接下来这些都一直离开上帝。或许上帝给他们一些机会，但是他们一直离开，即使有一些状况一些机会他们有可以这样回来，但他们依然在离弃，依然在得罪上帝。所以这当中在讲到说取这个名字，因为我不再爱以色列人了，不再怜悯他们，他们不再受怜悯，所以不再饶恕他们，不再放过他们。因此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生命里面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在呈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常常在当中要求上帝的怜悯，确实要求上帝的怜悯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悔改，有没有真实的悔改？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会发现上帝对以色列国其实有很多的恩典，其实一直要换回他们，但他们一直在背离上帝，他们一直不愿意真实的降服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哇，好可惜，上帝这么大恩典临到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不愿意。所以在当中透过这个女儿所呈现出来的是，我不再爱他们了，不再饶恕他们了，不再怜悯他们了。而在当中讲到说，这样的恩典依然与犹大同在。他说我要爱犹大这一家，我是上主，我是他们的上帝，我要拯救他们，但我不是用战争，不是用弓箭、刀剑、军马、骑兵解救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当中有许多事情也确实是如此，上帝并不需要用人的能力去解救他们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也让我们参与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让人们得以参与在这里面。但是在这样的胜败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并不需要人们参与，并不需要用世上这一切。所以说我不用战争，不用弓箭、刀剑、军马、骑兵解救他们，我不是用这些。而之后断奶之后又怀孕了，又生了一个儿子。在这当中，上帝告诉何西阿说，把他取名叫罗阿米，因为以色列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不是他们的上帝了。这样的过程下来，好像就是一种断绝关系的过程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，应该是很亲密的。从摩西当中去颁布这样的献祭的时候，又让人又能够回来上帝面前。当所罗门把人带回上帝面前，然后建造圣殿之后，是让人又有一个机会，透过圣殿来敬拜上帝，向着圣殿祷告，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垂听。然而过了这几百年的日子，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这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些很多的
的先知，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书，有很多都是在列王的时期出来的先知。在那个时代当中，有很多先知出来在对人们说话，而在当中，这些人们、这些君王听到先知的话语，听到先知所带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领受这一些？所以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来走。前面在讲的是，上帝记得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上帝都知道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继续这样走下去的时候，上帝不再怜悯我们。上帝给过我们很多机会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把握这些机会？到了最后，这边讲到说，不再是我的人民，我不是他们的上帝，这也就是一种割席，这也就是一种切割，不再是如此了，不再是我的子民，不再是他们的上帝，不再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前面列王记，这当中有许多丰功伟业，许多的很美好的状况，但是我们接下来看，是不是当中又开始有许多的状况在这里面？人们是不是许多的不顺服，许多的离弃？确实，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在看以色列国的时候，就是如此。北国的人民，绝大多数的都已经离弃上帝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其实有一些人还是敬拜上帝，还是持守着。但是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都已经离开了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才会透过何西阿来讲这么严厉的话语。以色列人口要增加，像海沙一样数不尽、量不完。现在上帝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我的子民。”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已经切割出来说：“你们不是我的子民。”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，这还是有上帝的恩典。这边说，但有一天，他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。”这让我看到的是，上帝并不是完全的弃绝，上帝不是完全的弃绝，上帝的恩典依然临到，上帝的恩典依然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在第9节之前，我们会看到，哇，好像走入一个绝望。确实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国它所呈现的状况就是如此，是如此的不顺服。而在当中，上帝也要重重的责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些会不会头晕了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走到这边？是不是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些被上帝重重责打的时刻？甚至跟上帝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当然，我想，当我们有在读经，有在跟着走的，应该不至于走到这样的情况。因为当我们是已经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，那就是已经离开了。或许人在教会，但是不竟然会参加礼拜，不竟然会参加小组，更不用说每天的灵修敬拜。而在这个状况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依然用这很严厉的话语在讲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只是看这样的经文而已。其实，当我们在这样灵修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思想到过去列王记当中，上帝赐下多少的恩典，也会想到上帝也透过了其他的先知带来了许多的恩典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就在这当中，其实还是给他们很棒的一个应许。有一天，他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。”所以还是有一天会有归回的时刻，还是有一天可以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刻。
并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了。甚至后来这边说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再次联合，为自己推选一位领袖，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繁荣起来。是的，耶斯列日子要成为一个大日子。所以当中还是给他们有这样应许跟盼望在，不是就像他3个孩子的状况一样，上帝不再怜悯，上帝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。但是最后还是给他们说，有这样的恩典，有这样的期待，有这样应允临到他们。所以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向自己的弟兄说，你们是上帝的子民；向姐妹说，你们是上帝所宠爱的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还是要把人换回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依然去经历上帝的这许多恩典与慈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这许多的境况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怎么走？真的，当我们要透过这样的读经祷告回应上帝。在许多的时刻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上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教会的状况，看到一些人的情况，我们真的很难过，因为我们一直看到一些人一直陷入在这当中，却一直不愿意走出来。我们看到教会的情况，会一直看到孩子怎么一直是这样子，这样的状况也会让我们看到，就很像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国一样，一直在那状况当中。虽然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却一直陷入在那个败坏里面。虽然我们在教会常说我们是新的选民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依然一直在那个状况当中？所以当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，也去看见这样话语，是不是也上帝透过这当中在对你、对我、对我们的教会说话呢？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何西阿，用他的婚姻，用他的孩子，用他的家庭，来象征着以色列国，来象征着上帝的选民，来象征着人与上帝的关系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来去思想上帝透过这些经文对我们要说的话语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你曾多次多方，透过各种方式，让许多的人来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话，也在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透过每天的灵修读经当中，来看见主你对这世代的心意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不要离弃我们。或许我们得罪了你，或许我们充耳不闻，但主也求主你用各种方式来把我们叫醒。主啊，我们这世代也有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说装睡的人叫不醒，其实他们也是醒着，只是他们不愿意听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不愿意听。然而主，求主你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、你的恩典，继续的帮助着我们的生命，继续的往前走。主啊，愿主你的怜悯在我们当中，也继续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盼望，就像你给以色列人一样，让他们依然有盼望。虽然在那个时刻说不再是你的子民，但是你说后来还是会让他们去经历到依然是你的子民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，让我们继续的是你的子民，是你所宠爱的。感谢主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求主你赐下怜悯，赐下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敬拜上帝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来与主连结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